行政院长吴志贵先前接受客家电视的专访，讲伊实质呢核心价值对人口老化安用的来原因，係咪愛增後退休年齡呢？吳院長講，台灣社會有目共用嘅意見，不過應該愛開始討論呢。然後明係8年人前接任嘅心情，吳院長也承認係有限策，應該係唔會答應。院長，您上任7個多月。其實在，去年12月您接任的時候，那個時期其實是算蠻艱難的一個時間點哈，就是您要接下這麼重的擔子。那我記得您有說過，您的事業生涯，遇到過非常多危機，需要去解決的。那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7個多月來，您所遇到比較大的困難是什麼？您的最大感受是什麼？當然，我想這個在當時啊，這個馬總統要我接任這個院長，我也跟他講，我說我有選擇，我絕對不會接這個位置啊，因為那個可以講是執政黨在選舉裡面可以講是大敗啊，那整個國家也可以講是在一個危機狀態啊，那時候行政院長又辭職，所以在那個時間點啊，確實是可以講對要接這樣一個工作的人來講的話，他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怎麼樣在那個情境之下啊，為這個政府啊，為這個國家找一個方向啊，而且要很快把這個團隊把它這個穩定下來。在那個時間點，那麼我們也注意到幾個面向啊，譬如說我們注意到就是說在網絡上面啊。這個年輕人是利用那個管道來表達他們的意見，那我們過去在這一塊做得不是很夠。那另外一方面呢，當然就是說，這個歸根究底，那我們政府究竟該做什麼？所以我們說要為年輕人啊，這個尋找他的這個機會啊，然後為這個老年人找依靠啊，這個為這個企業要謀求他們的發展，然後為這個弱勢者。我們也要想辦法能夠給他們適當的照顧。現在年輕人很多可能就是會想說，哎，我為什麼不自己創業？啊，那你創業的話，你應該我們是不是有提供給他適當的環境？他也有他另外一層意義，就是現在年輕人等於說透過創業來表達他自己的這種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那這一部分呢，我就是提醒我們相關的同仁，就是說，怎麼讓年輕人回鄉，會變成我們是對年輕人方面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方向，讓他們去思考。老人這一塊，我想大家現在大概也都會注意到，就是說，台灣大概在全世界高齡化這一部分可以講是這個轉變得很快所以我們也是在今年我們大概也是克服困難，我們把一個在立法院擺了很久的一個法案——長期照顧服務法，我們把它通過了。那麼我們把社會福利跟醫療兩個系統把它連接起來。過去這兩個是兩個系統分別在服務這一批，這個系統完整之後，那還需要配套。另外一個配套呢，我們行政院這部分已經完成了，我們就是在行政院這邊就是說通過的這個長照保險法，那一部分是把這個長期照顧的服務所需要的財源等等用這一套把它將來可以把它支撐起來。我們希望將來立法院能夠盡快通過這兩套搭配起來，我們大概是高齡社會最弱勢的那一環，我們整個系統就完整。那包括之前曾經引起一陣討論延後退休年齡的部分，我會認為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過去大概我們談這方面問題，有些時候講說，哎呀，這個高齡人口如果是延長退休年齡的話，會不會影響年輕人這個就業？那我認為這一部分呢，大概現在有幾個情勢會使這個問題現在也發生量變到質變了這什麼意思呢？因為我們可以講是高齡化跟少子化之後，其實中間那一段的年齡層，15歲到65歲這一層我們最近發現
它的这个人口数量大概是个抛物线，差不多就在是这个去年今年，它情形就是是到顶点，现在开始下降就是大概每年差不多是以18万20万的速度在往下减，所以将来这个是工作人口，工作人口实际上大幅下滑的时候，将来事实上市场上这个劳动人口会不够的。那更何况另外呢，就是在欧洲这些国家他们也在高龄化，那他们大概对高龄这一块也有一些安排，即便要延后你的实质上的退休，他也可以讲说一定年龄之后，你很可能是领半薪，可能做这个部分工时。所以我想像这一些基本上是一个配套而我认为呢，像这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开始讨论，所以究竟将来什么时候来实施，或者是实施的时候应该要有哪些比较完整的配套我想这个都可以在未来大家来好好的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